我哋解放台島嘅時候咧，會唔會重演二戰諾曼第登陸咁嚴峻嘅情景呢？好多人都知道啊，喺二戰嘅時候咧，搶灘登陸嘅進攻方咧要付出好沉重嘅代價嘅，因為進攻敵人陣地嘅時候咧，登陸艦、登陸艇、兩棲戰車一般都係選擇冇咩天然障礙物嘅沙灘登陸。但係你諗到啊，敵人亦都諗得到，佢哋就喺你進攻嘅沙灘設置好多障礙物，同埋部署咗重火力喺度等緊你。近排啊，我哋睇到咧有博主喺台島嘅海灘咧拍攝，見到沙灘啊安裝咗大量嘅反登陸障礙物。咁如果我哋真係到咗解放台島嘅時候咧，會唔會重演二戰諾曼第登陸咁嚴峻嘅情景呢？先講一下啦，呢種情景咧好難再出現噶啦，因為我哋嘅工啊已經整咗一啲登陸嘅巨無霸出嚟。咁呢啲登陸嘅巨無霸點樣應用喺解放台島嘅呢？係大量咁樣輸送有人嘅機械部隊，定係輸送嘅全部都係無人機械部隊？無論點都好，國家終須統一。